我同大家介紹葡萄酒杯。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葡萄酒杯，咁單係歐洲地區就已經有幾百隻唔同種類嘅葡萄酒杯啦。咁每一個種類下邊咧，去細分幾個型號，甚至乎幾十個型號，咁加埋有1000多隻嘅葡萄酒杯。咁作為一般消費者點樣去選擇合適嘅葡萄酒杯，的而且確係比較困難嘅。但係今日我同大家介紹以下啲幾種，咁大家就會比較清楚一啲。呢隻係試酒杯，杯身比較短，杯身同埋杯口咧差唔多成直線嘅，12盎司容量。咁顧名思義，試酒杯咧係俾一啲試酒師或者係試酒嘅場合嚟試酒用嘅。咁有一啲葡萄酒嘅培訓學校咧，亦都會俾佢嘅學員咧攞嚟試酒用嘅。咁呢隻係試酒杯。呢隻係白酒杯。白酒杯咧，佢杯身同埋杯口咧都係成一直線嘅，比較纖瘦。咁16盎司嘅容量，係專俾品嚐白酒用嘅。咁白酒一般咧，佢冇需要同空氣有太多嘅氧化作用，咁所以個杯身咧、杯肚咧亦都係比較纖瘦一啲。咁呢一隻就係白酒杯。呢隻係波多杯或者叫波爾多杯。咁波多杯咧，佢杯身同埋杯口都係比較寬闊嘅，22盎司嘅容量。咁呢隻杯咧係歐洲地區大多數攞嚟品嚐紅酒用嘅。杯肚咁闊咧，個用意咧就係俾酒液同埋空氣可以多啲進行氧化，多啲進行氧化作用，而產生呢個酒香。咁適合喺歐洲地方用，因為嗰邊嘅天氣咧就比較凍，咁10幾度嘅溫度咧，杯口咁闊咧，都對呢個紅酒嘅氧化咧都會產生呢個影響。咁所以咧就係適合歐洲地方用嘅一種杯，呢隻叫波多杯。今日我同大家特別介紹呢一隻杯，亞洲之星。呢隻杯咧個杯身鼓脹，而杯口咧好適當咁樣收窄，咁係好適合呢個香港呢個環境用嘅，亞洲呢個環境用嘅。杯身係鼓脹咧，佢可以有足夠嘅空氣咧，俾到酒液同埋空氣有一個進行氧化，而佢做出嚟嘅酒香咧，好恰當咁咧喺個杯口嗰度收斂住，咁所以咧佢可以收藏呢個酒香嘅時間比較耐啲，係好適合香港呢個溫度比較溫暖嘅天氣品嚐。呢個亞洲之星個好處就係咩咧？佢個外形咧好靚，好似一個鬱金香嘅外形，線條優雅。咁而且咧，因為佢個高度同埋個闊度咧，好適合除咗品嚐紅酒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品嚐白嘅葡萄酒。咁今日同大家特別介紹呢隻亞洲之星。亞洲之星佢外形優雅啦，容量係18盎司。咁佢線條優美之外咧，佢係一個水晶嚟嘅，係無鉛嘅。咁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玻璃嘅杯，咁玻璃杯咧裏邊咧就有重金屬含鉛嘅。咁如果同葡萄酒，因為葡萄酒裏邊有葡萄酸，咁如果係葡萄酸同埋含鉛嘅重金屬咧，用咗嘅時間太耐咧，就會產生有毒嘅物質㗎。咁所以我今日特別同大家介紹呢隻亞洲之星，無鉛嘅水晶，對身體健康，咁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